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名家名段》节目，我是钱慧丽。在今天的节目中，傅全香老师所塑造的风尘三绝中的最后一位杜十娘也将闪亮登场了。滴滴残花，泛起泪丝牵。区区不利，不人敬意。沈夫人先让千两文银，但求与十娘一见。这好事好事，沈大爷说的，让我去把十娘叫下来了。春花啊，哎，送上啊。请用啥？十娘，妈妈上来了。哦，走。李郎放心，是吗？你带李公子去躲避一下。哎，来。十娘。啊，妈妈来了，请坐。哎，十娘，有一位姓安沈府老爷在马上前赴能别国，他愿出千金，这就见你一面。是女儿不接。你也太任性了！妈妈开的是你春药，做的是妈妈风流的生意，哪有过不切不是不表的道理？都像你这样美丽丽家，叫妈妈和西北风去啊！李公子2年来，也为你我好人千金，算不上不切不是吧？这些银两却用了2年，
妈妈也没有亏待他呀。哼，只可惜你陈元是千人万人的风雷院，你杜十娘也不是李家一人的杜十娘。三男中一儿中，我为李公子一人所有，哪个都好啊！一人所有，那好啊，你叫他为你说声。妈妈，你说什么？叫他拿出300两纹银来替你说声。收300两纹银？是啊，别人来说你杜十娘，妈妈我要一堆金子。对李公子来说嘛，我买个人情只要300两。妈妈，此话当真？哼，我从来说到做到，几时骗过你嘞？10日为期。10日为期？你可以说啊？妈妈要身家银子300两，那李公子怎么拿得出你？妈妈，果真是300两纹银10日为期。怎么样？他能办得到吗？啊，多谢妈妈。妈，你虽要下得过早，妈妈我还有话要说你。10日之内拿不出300两赎身金来，立即永死不得登门。你与我即刻。是。怎么样？乖不乖？与我上结账啊！啊，来呀，结账啊！好了好了，我们母女俩实实小小，不必当真。哎，也不要难为李公子了，是吗？哎，明天就好好当发李公子走啊！你就下来接卡。妈妈，嗯，怎么？你现在就跟我去接卡？哎呀，真是我的好女儿了！不，女儿与你上结账啊！妈妈，结账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傅全香老师以其细腻生动的表演，为大家塑造了一个在封建社会中执着追求自己心中美好愿望的悲剧女性形象。妈妈答应你说真的啊？想不到妈妈会开金开，好彩先头让你看小嘴，他要你300两纹银当上家，实在为其所三女，花菜鸟风雨你还有是有。既然我自己面里无常无在好白头，那是你无人当成鸳鸯家，实在只有下代那三女国片的小队在满园上满头，既然那风采雨当金须，看你高兴得落来了。李郎，你怎么了？莫非你不愿为我赎身？不是的。
你不让我结为夫，把手接牢？也不是的。那你究竟为什么呢？两年来好人接近无所有，两手里装满清风装满袖，翻手乃为天河水，上将真相月老酒，抛出心头淌了水，离家无力玩小舟，好几月偏逢落乃是我的心啊，被人提来陪心口，一人寄来一人痛，错过了吉星在南路，怎看得破了盾牌婴儿血，竟不是心急心气泪水泪。丽拉，我知道你哭啊。三娘，你不要哭。丽拉，你在京城之中有没有三亲六眷？有的。那有没有同窗好友？也有的。既有三亲六眷、同窗好友，我不上下300两文银，以结纯美之结。这倒是的。三娘，我去接，我去接。丽拉，你有什么为难之事，尽管说来。我就去接。回想起相思相思
兵思梦定意囊，交大彩礼不当当，那玉子郎玉子暖，细细汤呀，都在云当当。金是金，毛是毛，自在在偷他的人儿几层楼，一郎他为我操作忠心也。就苍天是我娘，可来傅老师塑造杜十娘这个角色，曾经得到过京剧4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的亲传。1961年，荀慧生来上海短期演出，对于荀派名剧《杜十娘》，傅全香倾心已久，便与荀门弟子童芷苓、李玉茹一起登门求教。经荀大师精心指点，他不但学会了杜十娘，而且学到了荀派表演艺术的一些精华，并加以融会贯通，使自己的表演艺术大进了一步。卖身契衣裳，分子啊，同宗一家。
在90年我在拍《杜十娘》的时候呢，我请了昆曲的表演家，就是徐振华同志。那么他是来跟我合作的，在越剧就是唱那个李剧，委屈他了，他叫他来扮小生。1990年，傅全香老师邀请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季振华老师合作，将越剧《杜十娘》搬上了电视荧屏。邀请一位昆曲演员来演越剧，可称得上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我是李家。你果真是李郎？这我还能是家？我不是在做梦吧？三娘，你看，我们已经完婚了。完婚了。青丝上做花开，倒影要丹花开，好的喜事在见，今世明显心意间，巧莲也许现在鸳鸯里，桥边水海底是上北，北向北波浪，明山现在。娘不在出京娘，一声娘子，江姑在山回，今日不来我是妻，不叫李郎把开叫一声夫君，我的夫
娘子，三朝新娘递给对新家新意心，快快穿上吧。娘子，何不但这一曲为我解闷？哎，琵琶一段，言儿一段。娘子，琵琶在这里。呀，我的琵琶怎会到此？这是我叫四儿送来的。娘子的琵琶宽声一些，曲子可惜呀。哎，你呀。佛凄凄，嫁娶不须比，女子一生心，大头不相离。杜十娘并非一般的歌妓，而是声名远播的花魁，就连皇上的弟弟也是她的座上客。然而她却选择了李甲，不为别的，只因为她看中了他的老实厚道。几连三遍唐僧永永去向王子泪，开发者有情二母也，常为去再伴君，千里航程思相随，从来与万杂情在谁故谁小女花枝开，小心结比爱中酒，当时不是
当关情，一句一句打出了一荣一荣罪。多亏他生兄长女贤妻美，我只得全其泪扬醉。啊！哎呀！夫君，你到这本时候再回来，你到哪里去了？生兄弟中平川走，我觉得跟菩萨的同条路。同伴着自己将往前辈上。也许你为妻将你苦担忧，只是叫我等开口，千里郎担在你上，如今两子深深在我我话到嘴边难出口，做难又难，难杀人。当在何里唱？当对。我在里飘凝半朝东思里。
遇到是天动无意在当哎，真如花金在里风雨刀杜十娘的美不仅在于她的容貌，甚至不仅仅因为她善良美好的心灵，更在于她即使受尽了磨难，依然坚持着对于美、对于幸福的追求。而傅全香老师所演绎的杜十娘，正如同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闪耀着圣洁的光彩。三娘啊，三娘，从良，从良，我为了从良，我花了多少心机，盼了多少个时辰，盼到从良的一天。可是今天，盼到的是什么？盼到的身家银子一切了，一切了，一切了。杜十娘啊，杜十娘，你这双眼睛瞎了，瞎了，瞎了！你要郑重，我将生兄带来，杀不及娘子，我可担待不起呀。你放心，走吧。哦。山地。
远石落地看，浑身上下遇上迷了天心上，名闻里几针心中把天中把呀我傅老师曾说，当年荀慧生先生为他指点陆程《百宝箱》这一场戏的时候，曾经说，关键要演一个怨字，怎么演呢？就是用笑来反衬悲。杜十娘这个戏，我曾向经济大师荀慧生先生请教过，
熊先生表演杜十娘有一个绝招，他用笑来翻成悲，从而使悲更加深刻，更加动人。是。李公子，我要走了，难道你一句话都没有吗？十娘，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吗？你在他些真理由，你在我难道不是？年无关得进，难进李家门。为什么你怕你无要走？马分明是你家乡英语将我骂，你这也怕那也怕，你都不怕，将我推上什么350，价值多少？何止1000金？那比我孙家人还高了。你看我娘她变得将地残发，娘子，我李家。你就在徐陵家，你来听他，我将你看作观音娘娘活菩萨，无愿明媒正娶真你为他，昔日儿三人养罪一家。引起杀，天地良心，苦果掏心，今日真灵没有家。这是什么？把女离人啊！你才是把女离人归无家，你不知把女能离家。哎呀！十娘，我的妻呀！怪他生不离间，世间大是我中了鬼计，将你骂。我求了娘子心有愧，求娘子重归于好，各守三门呀。再不会你我来责骂，我拼死也要把你带回家。心儿女真经历关万丈，我
小娘子不要叫。你不见蒙人名字与光娃，三娘纵然下了眼，也看得清姑姑是山大。